You ready? 澳洲總理 Anthony Albanese 成功連任，無論係響醫療、教育、住房、稅務、移民政策等問題，全部都有 update。未來幾年澳洲將會變成點？對想移民嚟澳洲嘅人又有啲乜嘢影響呢？歡迎收睇 Hea Mum 而家睇樓澳。Hello， 大家好。相信現時咧最中意 Donald Trump 嘅人咧，都非呢個加拿大總理啦，同埋咧澳洲總理莫屬啦，係咪？因為咧今次兩邊嘅選舉，如果唔係 Trump 嘅話咧，我相信咧佢哋兩個咧都未必咧有咁容易贏到啊。尤其是澳洲呢邊啦，咁工黨咧真係贏得好誇張啊！咁啊，主流傳媒都用呢個 landslide 呢個字嚟到去形容嘅。加拿大嗰邊會點呢？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可以留言俾我，咁我第日咧有機會會揾一集同大家分享一下。咁今日咧就主要睇下澳洲咧呢個工黨再次連任，喺第二任期嘅時候咧，究竟佢將會推出啲乜嘢新政策？而呢啲政策咧，究竟咧係會點樣影響住咧澳洲我哋呢一邊嘅生活嘅？如果大家係第一次嚟到我嘅 channel 嘅話咧，我個 channel 主要咧就係分享我喺過去廿幾年。其實都啱啱過咗30年啦嚇，咁樣過去30年咧生活過嘅唔同嘅國家啦，包括加拿大、澳洲同埋紐西蘭嘅。咁如果大家係對外國生活有興趣嘅話咧，歡迎免費訂閱我嘅頻道，再撳埋個鐘仔，呢個真係對我最大嘅支持嚟嘅。今次澳洲工黨成功連任，仲帶住幾十億澳幣嘅承諾展開第二任期。咁呢啲嘅承諾咧，其實都幾全方位下。今集嘅節目咧，我就會同大家分享以下5方面，包括第一醫療，第二住房，第三生活開支，第四子女教育，第5移民政策更新。首先喺醫療方面，政府打算將包標齡嘅獎勵咧擴大到所有嘅澳洲人，仲話要加碼獎勵啲診所，希望提供包標齡嘅使用率。另外將會推出24小時免費視像睇症熱線1800 Medicare， 同埋到咗2026年6月之前，政府會再加設50間緊急護理診所，加埋而家已經運作緊嘅87間。仲有就係大部分嘅 PBS 處方藥嘅價格上限呢，會由而家嘅31.6降到咧25蚊嘅。至於攞住 concession card 嘅長者啦，又或者低收入人士咧，佢哋每隻藥最多咧只需要俾7.7嘅啫。咁呢個上限咧會凍結到2029年6月31號。PBS 亦即是 Pharmaceutical Benefit Scheme， 係澳洲政府資助嘅藥物補貼計劃嚟嘅。咁簡單啲嚟講咧，亦即是話咧，澳洲政府咧就會補貼一部分嘅藥價，令到咧市民有機會可以用好平嘅價錢咧嚟買到呢個嘅配方藥嘅。至於 housing 嘅政策，工黨咧就將會擴大佢哋原本嘅5% 首期置業計劃，未來所有首次置業人士都符合資格，唔會再設收入上限，又或者名額限制。政府仲承諾會興建10萬間全新嘅可負擔房屋，專門俾首次置業人士。工程預計會喺2026年至到2027年嘅時候開始。另外咧，會有更加多首次買屋嘅人可以參加 Help to Buy 呢個嘅合資買樓計劃，只需要俾2% 嘅首期，政府就會出資買入3至4成你想買嗰間屋嘅物業業權。呢個計劃嘅收入上限咧，會由現時嘅9萬蚊啦，提高到10萬蚊嘅，樓價上限亦都將會提高。其實咧，我對工黨嘅呢啲 housing 嘅政策咧，嗰個成效咧，真係咧非常之有保留，而且咧仲真係非常之擔心澳洲嘅前景啊嚇！因為只要用5% 嘅首期就可以買到一層樓嘅話咧，你可以想像得到未來咧買樓嘅人其實咧有好多人咧根本咧佢自己都知道咧，佢係冇能力咧係去償還債，即係供完成層樓嘅，係咪？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社會嗰個即係將會有好多嘅 bad debt 啦，亦即是咧即係收唔翻嚟嘅帳啊！你借出去嗰時咧，根本就已經知道咧你啲錢係收唔翻嚟嘅。咁對於成個社會整體嚟講咧，其實咧係只會咧係變差，唔會變好嘅。亦即是等於咧一個債仔，佢已經爭人一身債啦。你而家咧唔係話諗一啲辦法咧點樣可以幫佢快啲還債啊？點樣儲錢還債啊？但係咧你咧就反而咧話唔
唔緊要啦，我借多啲錢俾你啦，等你可以再使得更加多，咁你咪爭我更加多錢咯。咁另外咧就係佢講到呢個2% 嘅首期啦，同呢個政府咧合資買一層樓啦，係咪啊？咁我真係覺得咧呢一個政策係非常之離譜嘅一個政策啊嚇！咁除非你係真係好難聽講過，除非你冇腦嘅啫。如果唔係嘅話咧，你點會想有一個人同你，即係嗰個人係即係雖然係政府，但係同你喺合資買一層樓，咁仲要係政府喎？你明唔明啊？政府可以講話佢係一個好穩陣嘅人，唔需要驚佢冇錢係去資助你，咁佢一定會有錢嘅，係咪？冇錢咪納稅人嗰度再攞咯，係咪？或者印多啲出嚟咯。但係個問題係，當你同另外一個人係一齊咁樣擁有咧一個物業嘅業權嘅話咧，咁你諗下，其實咧如果當另外嗰個人佢係政府嚟㗎嘛，佢政府咧。你點知道佢有一日會做啲乜嘢㗎？係嘛？今日嘅政策就好似聽落咧，就好似好好咁樣咯。但聽日嘅政策會係點樣咧？因為佢係你間屋嘅其中一個業主喎。即係你唔會覺得好恐怖嘅咩？今日我真係好認真咁同大家講，大家唔好以為西方國家嘅政府係一個 perfect 嘅政府。如果大家今日係移居外國，係為咗要揾一個 perfect 嘅地方、perfect 嘅政府嘅話，我可以話俾你知，除非主耶穌翻嚟，如果唔係，大家將唔會喺任何嘅一個地方揾到一個 perfect 嘅政府。咁點解我哋仲要移民外國呢？移民外國嘅人唔係話我哋睇到嗰個政府係有幾咁嘅 perfect， 而係咧我哋係即係有發言權啫。但係咧好老實講，我喺西方國家住咗幾十年，我睇到而家西方國家發生嘅嘢咧，我可以係即係都幾感慨咁同大家講一句，我哋要珍惜我哋而家仍然可以擁有嘅發言權，因為聽日未必會有。第三個方面咧就係關於 education 同埋 childcare 嘅政策啦。咁大約咧有300萬名嘅澳洲人將會喺下個月，亦即是2025年嘅6月1號之前咧，會有20% 嘅學生貸款咧係會被豁免嘅。而且由出年7月開始咧，學生將唔需要開始償還高等教育貸款計劃債務，例如 HECS， 直至到咧佢哋揾到一份年薪至少有67000嘅工作。同埋喺 childcare 方面咧，係唔需要父母有工作啦，又或者讀書咧，都可以享有咧1個禮拜3日免費嘅托兒服務。第四個方面就係 cost of living 啦。澳洲家庭同埋企業咧將會額外咁樣獲得150蚊嘅能源帳單減免。咁喺2025年嘅最後6個月入邊咧，呢筆錢將以2期，每期75蚊嘅分期付款形式，喺大家嘅電費單上邊見到㗎啦。到咗2026-27，每個納稅人呢亦都有資格申請1000蚊嘅工作開支稅務扣減嘅，唔需要填表啦，又或者交任何嘅收據。仲有咧就係工黨已經立咗法有2次嘅減稅啦，咁呢個咧就意味住任何收入超過45000蚊年薪嘅人呢，將會喺26-27年嘅時候咧就慳翻265蚊啦。再喺之後嗰一年咧就慳536蚊嘅。咁如果大家唔知道嘅話咧，由於呢個嘅澳洲嘅嗰個嘅 financial year end 咧係喺6月30號啦，6月底嘅時候，咁所以大家見到嗰個年份咧都係即係一講就係講2年啦，因為即係26-27咧就代表係26年嘅7月1號開始啦，去到27年嘅6月30號為止嘅。第5樣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呢個移民政策啦嚇，相信咧都係好多我嘅網友咧最關心嘅問題啦。咁主要咧移民政策咧就有2個嘅改變啦。第一樣咧就係學生簽證費繼續增加嘅，由現時嘅1600蚊咧就增加到2000蚊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關於呢個永久移民嘅配額，亦都咧就係會減多5000個名額啦，由現時嘅19萬個名額咧就減到咧就係185000個嘅。
咁移民政策咧，其實咧都冇咩話好大嘅 surprise 俾大家啦嚇。咁啊，如果大家有 follow 開外 channel 嘅話咧，對於呢啲數字咧，呢啲嘅轉變咧，應該咧都幾意料之內嘅嘢嚟㗎啦。咁啊，老實講啦，佢移民數字由呢個19萬減到咧呢個185000啦，我覺得咧其實咧真係其實真係幾少嚇。尤其是大家有聽我講加拿大嗰個嘅移民政策嘅話，就知道啦。因為咧我諗咧即係澳洲咧，始終咧佢都係比較保守啲啦。咁所以咧，就算 Covid 嘅時候，佢哋好想咧大量咁樣開放咧俾其他嘅人入嚟。但係當時嗰個嘅移民政策咧，其實佢哋嘅 quota 咧都係195000嘅啫，冇超過呢個嘅20萬嘅。咁所以而家咧即係跌翻落185000，我覺得咧呢個數字咧都實在係好 reasonable。只不過咧就係由於佢哋咧即係好瘋狂咁樣咧去 cut 減呢個嘅即係 international student 啦。咁而家又再加 international student 嗰個嘅 visa fee 啦。咁其實咧係真係會即係大量咁樣減少咧呢個國際嘅留學生入到嚟澳洲啦。咁啊頭先咧大家都聽到啦，咁佢哋嗰個 education 嘅政策咧，亦都咧係不停咁樣津貼咧本地嗰個嘅即係大學生。其實大家要知道咧，即係西方國家咧好多時候咧，佢哋大學嘅 funding 咧都係嚟自呢啲國際嘅留學生噶嘛。咁如果你而家咁樣大幅咁樣 cut 緊國際留學生嘅時候咧，其實咧自然咧收入咧真係少咗好多。尤其是澳洲咧，佢高等教育嗰個嘅收入咧，其實咧係真係即係佢哋嘅 top 5嚟㗎。所以咧我見到即係嚟緊咧去做咁多嘢咧，自然咧大學咧就需要咧好多政府嘅撥款去資助咧佢哋繼續去運作㗎嚇。咁呢啲嘅撥款咧，究竟向邊一度嚟咧？羊毛出自羊身上啦，始終都係嗰句嘢。咁如果大家中意我呢條影片嘅話咧，都記得 CLS 支持下我啦。唔知講咩好，可以打個1字就 OK 㗎啦。我哋今集節目到呢度，下集再見，拜拜。